吟圣诗，圣诗62首起调，圣诗62首起调，写起日轮选手。Thank you.
过死人的山谷，毋过阮也无惊灾害，因为阮知主你得较甲阮同在，你无离开阮，你时时刻刻拢去保护阮，互阮会当有对主你来的话语，互阮得到平安，互阮得到好法。阮若心内有痛苦、有悲伤、有身体无爽快、身体欠安的，阮拢有愿有主你甲阮拢同在，你亲自来安慰阮，来支持阮。阮所祈祷就到遐了，阮以后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万里天边飞，万里面那是，天空云照，天气之家，天地平地，万事看来好坏，下面万有功，其实万下面功坏了，而并少万事情，也万万别太，你我万点点功劳之后，大概是阿门。
接咱要来请陈牧师来负责咱正道，伊的今仔日的题目是无伫厝的秘密市。大家平安。咱尽管是伫礼拜中间，也是伫普通生活的生命，主角是咱的基督徒三角来基督徒。其实主耶稣并毋是咧设立一个叫做主的基督，这是因为学生伫伊的观察的中间，因发现耶稣身上有一项真特别。这样特别对犹太人来讲，其实基督并毋是啥物真特别，但是感受基督对耶稣真特别，就是因看见主耶稣毋是固定。亲像犹太人，因真固定是早起9点，下晡3点，因有一个祈祷的时间。伊看耶稣感觉这个祈祷对伊来讲，就是生命的全部，也是讲生命的中心。所以一摆耶稣祈祷了，伊这就毋知经过偌久，可能已经看2年啊。伊看主耶稣不是安尼的祈祷，关键是伊是人安怎咧看咱的生命导向。咱咧看什么？人看咱逐工的生活，迄个中心，迄个要紧的点伫什么所在？跟咱讲信仰的时，咱入淡水牧会的时，有一个朋友甲我讲，阮阿嬷都喊姆啊，透早4点外拢起来读圣经。对于毋免挂目镜到挂目镜到摕汉镜，伫因的印象中间，就是阮阿嬷逐工早起透早起来读圣经。我想对伊来讲，迄个大项就是因来较意来透早就起来读圣经。而且毋是咧讲透早的问题，是讲伊的生命的东西。有一个是咱有看是物，阮老爸若食饱，若无点米伊粉吼，可能会活的。这嘛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嘛。电视若无看，较早阮老爸伫厝边，目睭差不多拢还无看呀，但是伊拢坐伫电视机的头前，较无一公尺，伊拢咧看新闻。阮老母讲过，世界大事拢伫看了了，6点也看，7点也看，8点也看，伊伫看新闻，甚至甲我看阿东地什么玩？生命中心是什么？所以咱会记一项救赎，上帝救赎有将真特别的讲法，恢复咱的图像，上帝的像。因为创世纪内就讲一项，上帝是用个形象创造咱，总是失落是啥物？就是失落这份的大象。
守好即份的焦点，守好一份的要点，守好一个中心，啊，像耶稣所讲的，迄个袂当无的，你信不？这嘛是值得咱好好思考。所以今仔日对学生来讲，一定要看耶稣安尼祈祷，到一个程度真意爱。所以个人会知道，有时咱讲传福音，好像是传福音是一个模式，也是传福音是讲一寡的话，也是讲传福音是报人知影。所以咱就从传福音来讲，你著去讲什么，做什么，见证什么。但福音伫倒位？福音就伫咱的内心，伫咱的世界，伫咱的生活。并不是因为咱讲什么来。所以对学生来讲，因缀耶稣，一个犹太人缀一个律比，其实因对摩西五经这经典拢足熟，就是伊惊足爱讲，无你嘛教我安怎祈祷，迄个道是教我安怎念，伊是要探讨耶稣，我的主，我的先生，我的老师啊，将你祈祷的信仰交咱三个朋友。所以马太甲路加就留一篇祈祷。当安尼讲，你祈祷的时就安尼讲。其实伫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字数出入，白话字版的甲咱中文版的嘛字数都有出入，总是其中的要义并无什么差别。所以今日牧师伫咱甲咱分享主导文的最后一讲的时，要正到一讲。你会发现我后壁佫一句话无讲到。我最后把你断掉。今日讲什么？无伫带阮入去。白话字的圣经到遮结束，总是另外一版讲什么？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发现迄个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那恶者。诸多文是咧证明主耶稣伫生命中基本的内容甲态度。主耶稣是显明咱的天父，咱的上帝，无人捌见过爸。只有独独道成肉体耶稣，互咱看见，各位这真要紧的。无人见过上帝，总是迄个道成肉体耶稣伫福音书中咱所留这的形象、这的影像、这的话，互咱通过安尼较具体甲去了解。佫一项是道成肉体，既然是肉体，就有所限制，但是也要说明一项，道会当成做肉体，所以咱每一人嘛是伫道成肉体，但是嘛有所限制。到咱离开这个肉体，主耶稣显明天父上帝，所以咱来看耶稣，就是道成肉体，后来被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然后40天后上天的主。咱来看伊的性命，有两一大重心啊，迄种中心点，也是本质要紧两项。第一项是啥物？耶稣是学习流露。活出，伊专心专意专人来到上帝面前。换一句来讲，一世人伊追求顺服伫天父上帝，追求进入天父上帝迄款的帮助。所以咱福音书的中间有即个故事会当显明。好比讲，耶稣12月伫圣殿，伊敢毋是家己的老母安尼讲？也毋知我掠我老爸家做要紧嘛？咱世人就是咧行即条路，掠老爸家做要紧嘛？人一世人咧创啥物？就是要撞我家己的家，撞我家己的路，画出我家己的关系。毋过伫路加的福音中间，耶稣用故事讲，这是路主嘛。只要你将我应该互我。我应该得着我自然我都行出我家己的世界。结果是证明，人尽所到了相当无。所以咱看耶稣一生生命足大的中心点，就是伊要咱专心专意专人来到上帝面前顺服，掠我老爸家最要紧，甚至当伊的兄弟甲老母来找伊的时，耶稣嘛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若听我的话，照安尼去行，顺服着天父上帝旨意，拢是我的老母，拢是我的兄弟。迄种的世界，是敢锁伫迄个亲情、感情的世界，是种足大开阔的世界，就是我活伫上帝，
顺服伊的旨意，然后行出上帝的路，迄种就是活伫上帝世界，这是耶稣所在的一项。佫一项耶稣是啥物？伊嘛是全心全意来面对这个世间的责任。换一句来讲，人活的罪恶甲尊严伫倒位？就是甲天父上帝同行，完成伊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啥物？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普法百姓。换一个讲，每一个人的人生甲使命，拢有着带着使命，带着责任。人活有影，毋是干那为了食生命。所以耶稣伊最后，伊各国家来行，伊完成为拯救人。所以最后伊甲学生坐倒的时，其实迄个坐倒真普通。毋过迄摆坐无拄伫盘过节，伫咧食盘过节宴席的时阵，耶稣甲学生斗阵坐倒。伫迄工安怎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你着用拍破。即个胃是心肉，是永远即个杯是心肉，是永远为设立的。而且讲到将身躯拍破，而且讲到我用我的性命来设立救赎杯。互伊学生去体会，恁着行安尼，伊就是地来活，这是耶稣。因为即个缘故，咱搁倒转来讲，什么耶稣不时安尼换祈祷的中间？其实应该安尼讲，祈祷是耶稣生命的全部，也是咱生活的全部。所以各位兄姊妹，祈祷毋是一个形式，祈祷毋是一个方法，祈祷嘛毋是讲一个智慧。祈祷是咱随时拢伫上帝面前，我活伫上帝面前。咱甲天父上帝感情，甲咱父母的感情，保持方面参照，毋是讲当你有敲电话的时，当你有视讯、有赖的时，迄只甲天父上，甲你的爸老爸有一个连接。随时你的思思念念，嘛是活伫咱的心内，敢毋是？父亲节当过，祝福天下的父亲，不是拥有一天的快乐而已。就是安尼，所以耶稣伊用祈祷，学生也发现，所以这毋是形式。有时咱教会嘛，真爱讲来办一次特别的祷告会，有时咱嘛真爱有即款的方式来代表阮的心意，无歹。行动的祷告会，甚至有行走的祷告会，甚至学圣亚尼高城就来写7日，迄拢真好。无管你什么方式，但是要紧是啥？要紧咱是全然来到上帝面前，对内心来思考，这是起头也是落尾，是在于咱甲上帝、甲咱家己的内心、咱人甲世界彼此的关系。所以祈祷是耶稣的全部，嘛是伊的生活，也因为安尼，伊咧成全救恩，伊嘛是咧实现救恩。所以今仔日这路加记载是讲有一个学生，等到即摆。鼓足的勇气，进前有一句话讲：你嘛教阮安怎祈祷？甚至于为着这样，但是较有效。伊讲，亲像约翰嘛教伊学生，马太是甲放伫咧北方的重要，放伫咧登山宝训的内底，是一个教导。但是咱两项甲放做伙，你着当明白，这嘛是圣经真水的心。耶稣讲，恁祈祷的时候安尼讲。即个安尼讲是啥物？这就是我，有足清楚的对象。各位，信仰爱有足清楚的对象。换句话讲，你知影你的信心了，信心力。所以为什么咱伫教会，毋是甲讲你有信就好，着追求着学习，毋是一尊真侪圣经的教师台，也是讲圣经的知识来累积起来，是讲你着真正明白。有一句俗话来讲，来讲翁仔某婚姻哦，困破三领树，心肝好，两个拢夹住，啥会对？信，毋是干那讲，是追求学习，是关系。而且讲到对象，嘛非常之清楚，讲到你们的身份，伊是我的天父，迄个连接是啥物？你的旨意伫正，你的国领导，旨意伫正伫对起天。讲到对人生生命的态度，其实今仔日，咱拢真侪焦虑，很多焦虑，很多挂虑。但是耶稣基督中间，伊足用简单的方法，阮就是死今仔日方法。
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儒家是讲天天赐给我们，天天就是无一天之赞。不过咱今日所期待毋是安尼，远远超过咱的需要。desire and needs， 中间永远拢分袂清的。咱人的欲望甲咱的需要，有时咱傻傻分不清的。咱将欲望甲当作需要，将咱的期待当做一种的逼情。三层香一个盐，哭哭摆，兄弟姊妹，今日咱讲到这项，无你带阮入去试，叫阮脱离迄个。了无数有几句话，拄啊伫7月半吼，来甲咱分享。我今日小可较难解，一个足简单的原因。阮三姊仔出来吼，县道101足好开的啦，因为没有一个红绿灯。但是今年中间有2摆足歹开的，我煞袂记的，一摆就起名，一摆就中完。因为阮三姊的地下人口吼，比地上人口多好几倍。所以呢，到起名还是到迄个中原普渡的时阵，不得了啊！什么北海湖作龙岩呐，什么北圣恩圣地啦，哇！游览车、轿车一堆吼，我搁去缀着一台迄落接驳游览车，时速30公里，我实袂完。信息咧搞拢共款，中原普渡大家就拢来讲。有时到这啊，咱今日信上帝，咱就安尼讲几句话，头一项，咱信上帝是互咱存好心做好代。听道理的人就爱讲好心，对不对？听道理的人就比别人较有修养，真好。咱今日嘛咧讲啥物？咱今日嘛咧相信一项，就是信上帝有平安，信耶稣有平安，消灾解厄。咱足期待消灾解厄。其实咱嘛足期待福禄寿该传嘛。讲到福禄寿吼，我来感觉咱耶稣实在是也无福，也无禄，也无寿，佫短命，佫无娶某。福禄寿该传，甚至咱佫一项信仰所入天堂。佫一项毋是咱好讲的，毋过有当信邪讲头前人家加一句话，这样信什么教都一样，对不对？其实所有宗教、所有信仰，拢在讲什么？存好心、做好代、消灾解厄、福禄寿该传进，死后入天堂。然后呢，后壁佫记落爱有烧香道保庇，心诚则灵嘛。7月普渡，伫台湾哦，7月普渡足特别的。只要你若无信耶稣，你若毋是信回教吼，差不多拢爱普。只要无管什么人，公家机关一年会公开拜拜，干那一个7月普渡，对不对？区公所、卫生所，什么，我毋知行政院甲总统府有啊无啦，有嘛是拜伫后壁。不过7月普渡我足趣味的呢，无人拜厅头，拢拜店口、拜门口，是安怎？佫会惊呢。7月普渡无人插香伫天公炉啦，我话插拜的所在，我叫你唔好来。好康的一直留，歹康的拢出去，拢唔好来交交池，来过池。紧食，紧饱，干饱紧走。家户拢咧拜。即个时阵，咱的信用若无好啊，去思考甲整理，咱有法感觉咱信仰所足侪矛盾。迄个矛盾包括啥物？有足侪足热心的会友，足有听主的，我伫教会足热心的。毋过嘛会破病嘞，嘛会意外，嘛会拄到艰苦。有时感觉爸母教会足热心的，毋过第2代、第3代，有时咱嘛感觉真怨叹。有时咱嘛会拄到意外、损失、失败。明明开工的时，咱就做礼拜；明明店要开的时嘛，请牧师来主持，毋过。才开3个月尔，就无法度啊！兄弟姊妹，有时咱甲怎么买个相信一下？包括朋友甲我讲，牧师，大概我信用歹，阮才会拄到遮侪问题。
阮若年前过讲一种迄是祖先的，叫做啥？讲是祖先的问题，就来断掉，就来斩移。你嘛毋知对倒一本圣经造出来观念。我甲听讲对爸到囝到前代，有咧讲恁后辈若毋对，恁阿公若毋对，你就拄着什么灾？但是有时阵的时阵，咱就拄着即款的难题。趁世情，趁家己，趁一时的需要，即种感化也是世俗化的观念，常常嘛影响咱。特别我说的刚刚分享，基督徒常常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虽然传道理我人的是，咱感觉咱是一副得胜者的姿态呢。你来对阮信耶稣啦，你就是无信耶稣啦。你就是安尼嘛，你阮信耶稣偌好，偌好。我嘛是咧食慢性病处方签，遐徛久啊，骹嘛爱小爱油油的，无实在这骹头我嘛冻无啥个。后摆敢会使坐讲。这个时阵，咱是讲趁家己一时的需要，这种感化、激动，特别那种优越感，咱或者传道理互人哦，有一种得胜的姿态出现。但是耶稣伫祈祷的中间，这位道家就配耶稣。伊安尼祈祷，就是讲，恁祈祷我无。伫耶稣祈祷的中间，伊犹原来讲，爸啊，无你带我入一次，救我脱离黑暗。试探歹犹原伫我的心里头。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是最软弱的那一个人。咱的世界是咧成就我外头，我外背，我有才调，我的能力。但是咱的信用本身啊，毋是自卑，是咱家己清楚知影，咱是软弱的人，咱需要救赎。一个需要救赎的人，伊会得到救赎；一个家己感觉真满足的人，伊就离开遮。试探，无伫带阮入死，救阮脱离歹恶者。马太好路甲好，用迄个歹，我感觉这是足好，因为有当时咱甲形容讲魔鬼撒旦吼，咱就开始错乱啦。魔鬼就是假歹的意思，撒旦就足可恶的意思，安尼青面了嘢，像手袂寒迄个，行路拢是两只手伸直直。歹，什么是歹？歹就是徛伫对立，无共款的立场，无共款的想法。爱德龙的故事咧讲一项，上帝路甲上帝道。毋过，被人赶出路是啥物？就是我有我的路，我的路。所以我家己咧体会啥物事？其实一世人拢咧努力一项，你安怎帮助家己，也帮助朋友，就是变咱对家己的体会。咱咧学习，当咱咧讲我要，我想，我能，还是我不要，我不以为然，我不能，我认为安尼。我想安尼，我会当，我无爱。其实足侪物件拢咧讲咱生命的故事。要是好，有时咱伫上帝面前祈祷是列出一张清单的，我要。甚至我嘛听过人教祈祷讲，你祈祷时爱甲上帝讲话清楚，我爱一台车，你毋好甲人讲车呢，我送你一婴儿车，你要送啥？哦，我会试炼的，试炼佫一种，试炼咪足多呢，离离曲曲的。你还讲我要去 BMW， 我 BMW 有足多种啊，你要看你几 CC 啊，你甲上帝讲我清楚啊，我爱一个囝，我爱一个翁，我爱一个某，我爱一个啥物件，讲我清楚。嘛有人做见证呢，讲果然上帝听我的祈祷，迄实在是。国外的例啦，我讲袂着，我就去头仔讲落去。恁上帝把奇怪，
我要，我想，我能，跟我不要，我不想，我不能，这就是人的世界。这就是人的生命中间爱去面对，这就是气甲歹的。歹的是甚物？就是反对、对立，还是离开，这就是歹。上帝处理就是你甲我。当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活命，若无对我，无人甲爬上去啊。咱用心去听这句，路。真理活命，那安尼都无别条路。这毋是咧讲咱救基督教，毋是你莫用对这方面来思考。耶稣讲 ：“I am the way， 我是这条路，是真理，也是活命。若无对我，无人甲爬上去啊。什么是无对我？就是你家己去做一条路，讲出一个真理。”活出一个生命状况，这毋是上帝的世界。不过人就是安尼，人一直要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要的是可以，我不要的，我拒绝的也是正确。这就是一个刷狗，咱的信仰永远拢是这样的，会真实啊！咱当咱上帝献祭，上帝带到咱遮拢阿公阿嬷。后壁迄个故事啦，吼，迄个阮迄个邵先生，还不算阿公阿嬷。不过，咱拢是时代的时阵，其实伫咱所铺定这个是世人的路，敢是嘛是伫遮。这个时阵，福音书咧讲什么？耶稣讲的话，法利赛人不以为然，包括连亚瑟有时嘛不以为然，敢安呢？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敢是创世纪讲，敢一定会死，敢一定。所以这个是咱逐天的生活中间，耶稣讲，伫世间你有苦难，伫我你有平安。咱无来了解迄个苦难就是安天灾地变、艰苦变化、意外，无啊！你讲迄个对照，伫我你有平安。伫世间生活头会平惨，如果伫我恁平安，找到那个规律。所以耶稣讲，既然落苦归单单，通到我这，你要得到安息，来学我，我的心温柔谦逊，我的胆是宽，我的胆是轻。这位讲是快是轻的耶稣，伊嘛是用即款的心境上各国他的山顶，上甲十字架顶受钉死。犹原伊讲这是快是轻，是轻的胆。所以各位兄姊妹，下面咱用迄首诗歌，诗篇第一篇，我跟你讲，这是阮牧师建议我，选得好，这嘛是我今日想要甲分享。诗篇150篇的中间，第一篇讲什么？无行歹人，无趁歹人的计谋道路，也是坐虎万人的人路。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虎万人的位。这就是不断的帮咱提醒，一世人免徛伫靠着正确的观念和思想。这个正确嘛，毋是一个讲固定的模式，是随着你的人生、岁月、情景，你不断的调整。安尼，咱的信仰才是真的要活的。若无30岁是迄套，到60岁阁是迄套，80岁迄套，迄套无变。但是内面的世界已经在调整。我32到30做传道者，我即摆70几，我咧做传道者，其实所信的无改变，毋过对信仰的体会。不断的调整，迄阵真侪我认为代志应该安尼，今仔日毋是否定它，是不断心思改变。你搁看福音书遐学生哦，12个学生哦，去干的一个，其中11个学生，但是不断的调整改变。
迄个离家己离海，拄啊可以互耶稣调的彼得，到五旬岁来传福音的彼得，3年已经不是当日的无下阿门了，不一样了。但是迄个主后30年的彼得，到主后60年的彼得，嘛可以都无共款。所以无你从咱入去，因为凭着咱家己，恁就祈祷，凭着咱家己无在了不家的，人的意志有限，人没有能力能够胜过自己心里的人，就连接上帝，本有信心帮助，不断看见家己的软弱，求上帝帮助。因为凭咱家己无法度真完全清楚分辨什么是对毋对，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欲望，什么是优先，什么是袂当无的。因为咱的活伫环境的内面有流行、有趋势、有潮流，其中咱常常咱会受到变化。包括教会政府的态势嘛，同款。保罗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各位，我哋定定提醒家己，免着这中进。开会是咧心灵诚实的敬拜，毋是讲我小会员，我就迄个权决定，还是我做中职，我是中职的人决定。咱若无听见主的声，所有决定拢是空空当成。做老爸，阁袂使决定，嘛是空空当成。万人事随时，迄个对焦对着上帝互咱焦点，迄个目标，上帝永远甲谦卑，搁加人相对。圣灵来，不是冰冰凉凉。上帝圣神的声，永远都你来亲近，理性，但是教我的听。不管你的听力好不好，你心里的声音，微小的声音，还是听得到。如果咱脑道也调整起，所以鼓励咱中心，内心跟神对焦的功课做足了，做满了。然后又不以为足，也不以为满，咱好好来探讨，然后到位。这才是咱伫上帝面前必须的重视。因为凭着你的经验、人的经验、人的语言，不足谈论神国的奥秘。但是哪欢喜甘愿？伫上帝面前，上帝欢喜接纳咱带三个对话。所以各位兄姊妹，无去带阮入去，叫阮脱离个怕，是搁出来讲起，咱就是遮尔安怎讲，总是上帝永远会放下来。所以上帝无放下来，是因为伊永远会甲咱将变心灵会三度吧。咱的信仰会当大山大海，大担大罪，会当真如人教天是归还，不在咱，搁加偌济。添增偌济，你上帝，伊的声就会偌济，咱三个对话。耶稣有生气头，这毋是一个表演舞台，确实有体会。所以耶稣伫伊人试探的中间，伊来证明咱的信仰不在满足人的需要，不在满足人的欲望，也不在满足人的成就感，是在于咱掠到迄个要点。所以迄句话，人话毋是干那过讲义，即句话会当偷放咱偌济数啊！后壁要注意，是靠上帝嘴所讲，这也是咱今仔日信徒的生活甲教会生活一个足要紧的事。你有确无认定照上帝话，才是咱最大的讲义。耶稣徛伫树骹，甲撒该讲句，撒该紧过来。
当撒该听耶稣讲道理，看耶稣做代志，伊点点比树仔顶想要甲他看一个影，不过耶稣听到伊心内迄份。没有人知道撒该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啊，但是耶稣知，所以主耶稣讲：来，我今日带你走。伫倒会当证明撒该毛一个柔软的心，是因为当撒该耶稣带伊到，伊马上宣布：我以前安怎，我即马安怎。有一天若忽然间高谈你讲，我将我财产的一半真侪送人，我搞咱大家。有时啊，看迄报纸有真出名吼，电视新闻，他把他的股票对套现了，进账70几亿美金，数字，重点是，啊，遐要创啥？不过，别人的路咱无管，伊咱家己说来，撒该有那么心也说呀，伊是无伫操办的事，叫人看见啊，真的是福音啊！上帝互咱即个特权，会当安尼祈祷，主啊，我是阮遮的帮助我。这会当互咱无管拄着什么艰难甲困苦，有关你生命可以活得有力又有美啊！伊都往面去表演很多。有时候基督徒想表现一个比较优良、善良、美丽的一面，很累了。你就是生活就好了。无采我对伊好，我唔插我，吼，以后我插，因这种人有嘛，这嘛一算。但是你对伊若唔是要因为要赢得他的尊敬，而是这是我们生命的美。我也希望基督徒不要没事就装笑我，很累了，该哭就哭吧。所以这是主的祈祷文最后。主，讲我逐工祈祷，爸啊，无你带我入去，对我变。当然，今仔日主已经真上帝大名，就无安尼。但是今仔日咱个活就是安尼，所以看姊妹，教会到主啊60年都有足大的困难啊。所以这祈祷文也讲说，伊讲真要紧，我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安尼来活。所以到迄阵教会。这信徒就将后壁佫加一段话出来，因为讲万灵永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迄是因一摆对家己信仰的宣告，就是阮相信，讲万灵永光拢是你所有，而且是代代无尽。所以用安尼，阮继续追求这条主所欢喜的路。三界祈祷，天父上帝，帮助阮行义，爱阮行。祈祷靠主的名，阿门。即点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圣诗第一首，请今日来吟全首，圣诗第一首。
侪。这点报告，咱先请牧师来报告，介绍新的朋友。那大家平安。平安。我来介绍一位，今日大家咱中间吼，也是到伫琉球吼琉球长老教会吼一个老师吼陈洪哲吼，陈洪哲老师，在是各位真是张家吼，咱拍手来欢迎老师。以上咱先来报告好了，先来报告吼，再过来讲出来。东港的事务，请咱负责的东港家己来看吼。我来聚会人数，请咱家己看。我来本会的消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教会已经有做一寡调整吼。咱即马开始所有的聚会拢有恢复实体的聚会，欢迎兄弟会当踊跃参加。若是有着确诊的吼，隔离的吼，麻烦咱会当通知咱的牧师，互咱的教会会当随时来关心着你家己。若伫居家隔离的时候有啥物无爽快，是有需要紧急处理的吼，嘛是会当来通知咱教会吼，教会会当互你得到你随时的帮助，会当帮助着你。第二，咱感谢陈牧师今仔的信息的分享。第三，主去伫花语的礼拜吼，咱有成立2个小组吼，有小组长的上任务，一个是汉娜小组是真美姐妹，阁有一个提摩太小组是小云奥兄弟。第四，请各团体小组伫8月28进前完成咱新任的会长的改选，也是小组长，会当提出明年度的事工计划甲预算，会当方便互咱党执会当做事工的统筹甲迄个预算的编列吼。第五，党执会有决议伫明年度的月历。咱是一家一份，若有需要的兄弟吼，会当伫咱后壁公告栏登记吼。如果你若有要爱较侪份，要送你的亲戚朋友吼，嘛是会当登记。月历吼是一份80箍，若嘛有迄个日历，咱今年嘛有买吼。日历是。今年教会无送，明年算无送，就是咱若家己有要爱的吼，会当登记。一本是250箍，若恁家己去买，可能无即个价钱，就爱300几箍啦。伊的日历的一天一张吼，伊内底一个特色就是，伊每一天拢有一间教会介绍咱台湾的一间教会图，也是讲今仔日无介绍教会，就是介绍一寡。对咱福音有较好的一寡先辈、前辈的伊的相片介绍，所以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日历吼，毋是讲像咱一般安尼一张显过，你每一天你拢有伊内底拢有一寡资料会当互你看，互咱了解。好定咱拢毋知影讲迄到底是，有偌个教会是偌水啥物货，咱拢毋知。毋过咱透过迄日历吼，伊内底。相片拢足水，要做一本起来吼，无简单，一年365天吼，逐工拢要爱有一个相片一张起来，迄都爱收集了足久，所以咱若有兴趣、有介意的兄弟吼，嘛会当登记吼，教会会当替咱顾买。再来，关怀甲代祷，胡世明兄弟，伊身体无爽快，即马住院咧治疗，请咱大家代祷。伫厝调养的兄弟有谢惠美、厝民间的金伟、
先生，阁有林平厅长，阁有赖建志长老，阁有林建志、林德修、潘永忠、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许建平、林迪米珠。段也有姚卫新、李希敏，阁有洪本展、弟兄的妈妈，阁有白许秀英、惠静婷。外出的有好的兄弟一家吼。我看咱大家伫每一天的祈祷中间，拢会当为着遮的辛苦白起来、身体欠安的人来代祷。来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去的吼，请咱看咱的会计来检查。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好，那现在咱第礼拜主日吼，伫欢喜礼拜部分吼，咱有2个新的小组长，一个是汉娜小组的真美与姊妹，一个是天母台小组的小英勇兄弟，因真愿意伫遮来担任小组长的事奉，所以咱下礼拜伫个遮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参加。伫台语堂的时阵，嘛会介绍这2位，来介绍这2位。好，过来咱看即个第4点啦，小组团结，小组长当然是咱小会指派，所以毋免阁改选团结团结的部分请咱斟酌注意，遮个有算编列，小组嘛是共款，即个有算虽讲无有毋免编列，但是提出遮个事工的计划，事工的计划。所以拄则牧师阁补充较歹势，拄则即个陈洪哲老师伊是即摆来到咱新林国小来做老师真欢迎伊那以后上师兄拢会当来咱个教会来指挥。阁一遍拍鼓来甲欢迎感谢主，感谢主。好，以上安尼报告。即条咱来念今仔本周的经句。是路加福音11章第4节咱来连续念2摆来。我对所爱的一起，我对所爱的一起，是路加福音11章第4节。接咱来念上元506首，请起立念全首，音声请牧师祝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个上帝请他，诚实的相通感动，家己见人三甲基地，对一接起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
都已经放到了。找到我的头这么大，我想说在这里，在突然之间，没想到这是我的头，还没有对好，站起来。嗯。